鮑威爾書店被譽為世界上最大嘅獨立書店。呢棟地標建築係每個到波特蘭嘅遊客都幾乎必嚟打卡嘅地方。呢度嘅書籍種類繁多，新書舊書都會有。我仲特意翻睇咗下中文書架，睇下能唔能夠揾到自己嘅書呢，順便影翻張合影。但好可惜嘅係，粵語文化嘅書可能對於呢度嘅讀者嚟講實在太小眾啦，一本都揾唔到。據資料顯示，中國每年圖書銷售嘅數量係美國嘅3倍，但出版嘅品類同埋銷售嘅總額就只有美國嘅1半多啲，而且唔少仲係主題出版物，印刷出嚟都係純粹走個過場。但更令人擔憂嘅係閱讀習慣嘅問題。中國人年均閱讀圖書大概6至7本，而美國人就有17本。閱讀嘅時長亦明顯會更長。我不禁擔心，圖書會唔會好似菲林相機、黑膠唱片咁樣，喺中國會逐漸成為文藝但係小眾嘅存在呢？